即嘛有袂少的民众骑车、驶车停等红灯的时阵，拢会手机举起来咧台北。台南一个乡亲最近收到一张的罚单，这个相片是翕甲明，就是等红灯咧飞手机互检举罚款1000块。台南市交通大队讲，这类检举的案件是愈来愈多，要提醒乡亲，为着家己嘛为着别人的安全，停等红灯的时阵，唔通阁来飞手机咯。 伫大路等红灯，拢会等真久，民众拢会紧摕手机录一下，看一下留面册。这个行为大家拢真爱做，不过爱细腻哦。违规行为会互你收到罚单。台南道一个民众打出一张罚单，顶面写骑机车的人骑伫咧路的，手提手机罚罚1000块。卖叫是车无伫咧行，就无要紧。手若是提手机就算是违规。拿起来玩这样嘛，来看，警察会抓。机车只要手持手机，然后去使用手机的话，就造成在行驶当中就造成违规。台南市交通队最近统计，民众检举骑机车的人撸手机的案件愈来愈多。107年刚有955件，不过今年敢若1月到10月，就已经有1543件。依照处罚条例31条之一有规定机车使用手机是处罚1000块。 然后汽车使用手机行驶当中使用手机是处罚3000元。关键就伫咧用手提手机像外送人员手机踩伫咧龙头，就无算是违规。不过警察呼吁民众骑伫咧路的嘛是要注意家己的安全，骑车或者是等红灯的时阵，手机嘛是爱乖乖收起来，安尼较袂发生危险。